算过就对啦。啊，讲毋过遐排队的，毋知排会对无，毋知影，啊，就带去。结果很幸运的，他当天就排着啊，改算。问了怎改讲？你这个囡仔1%的机会存活率啊！讲你若是有信耶稣，你有拜神，你就去求恁的神啦。啊，若无，阮后壁面有观音嘛，你去甲观音求，安尼啊。咱若家己的囡仔，你会足伤心的啊吼，烦恼啊，烦恼要安怎？伊阵好学着三哥六神无主啊，去后壁跪喺观音面头前，想袂着，伊嘛毋知要做啥物好事啊，嘛毋知，啊，就想着阮二姐食菜，怎想讲观音妈，观音妈，只要阮后生来好吼，我愿意一世人食菜，食素食安尼，就安尼。后来回来之后，就甲阮三嫂讲，伊甲观音下即个愿啊，讲安尼咧。妈妈，三嫂当然嘛讲，只要囡仔好，我对你食菜，有无？安尼，结果呢，就因为这样子口头愿哦，后来回去之后，刚好后学就带哥哥姐姐去佛堂修大悲香，甲上天禀报安尼尔，还没有来得及立亲口愿，可是隔天礼拜一早上，去医院哦，囡仔拢一直住伫病院嘛，医生过来检查的时阵，好伊，不药而愈出院啊。什么药啊嘛，慢慢检查，安尼有神奇哦。这个囡仔就是要度是大人的呀。啊，所以这样子之后呢，没有多久就安堂了，就进到，然后参加班，仙佛灵坛哎，先去照条灵大的时阵，观世音菩萨，咱海古佛，第一个就甲阮三嫂准备啊，讲有没有感应啊？有哦，所以从此之后呢，显心有时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很多人阮厝这个反正都是啦，大哥嘛是，大哥是营建的嘛伊家己嘛有工程的。有一摆嘛是足侪年前对银正上面落大，伊讲伊感觉敢若有一个啥物甲伊撇掉的安尼，就慢慢醒来，没事，很好。上天慈悲，所以慢慢厝的人一个就会感觉到啊，这无形的佛祖敢若是不得不信啊，就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选的三哥就先安了我们家的第一间佛堂，家庭佛堂。上方慈悲试了我们家第一间佛堂叫中安佛堂。中安，搁前你念台语的，国语的中安对无？中安伊有台语国语的意思，拢总平安。拢总安有无？因为知影阮厝兄弟姐妹侪，所以后来呢，大哥也安堂，二哥也安堂，大姐只要有成家的，拢安堂，安尼有中安哦。对，所以啦，尤其咱咧度家己的人因为咱搭着黄枢纽跟拢领导人姊妹，定定咧甲厝边讲厝的爱坐加修啊。都既然遮尔殊胜，你家己一个上天堂，厝的人老咧去轮回，于心不忍。再来有形的部分，厝的人老当这伫道场修道，今仔日假日啊，其他的人拢在家庭聚会，咱家己一个人出来要来佛堂，安尼就天人交战的会有阻力的，不是助力就是阻力的，至亲就是这样所以要想办法。来甲你引导，无论如何，只要有心，我们家这么铁起做的，规定拢铁起做的，阮二姐一个人都倒会来，各姐姐一定也做得到。只要你的诚心，一心一意想要度你的家人，那人力不及的部分，上天一定会给咱按走的。但要你有心要有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后学的父亲也是铁起的对吧？嘛是倒袂来，尾仔嘛是一天伊家己，那时候或许已经在道场大概6年了，6年了，也不敢讲你有啥物道理。阮爸爸足够讲话，要开随都了，佫朋友足济，根本都讲道理无法度，只好表现较好咧。本来是毋是足反对，后来或许也进去了，三姐进来道场来一看，可能暗中嘛有咧观察，这查某囝去佛堂也无变歹。而且佫愈好着愈好伊就无话讲伊就表现较好咧，就无话讲有一天嘛是透早伊家己想着讲你讲佛堂拜拜要倒位拜？我讲是要玉皇宫嘛是土地公庙，佫无啦，你佛堂啦，或许就是忽然
欢喜到就袂晓反应呢，较紧请点嘛叔叔比安尼，安尼一天就求到，求到，那当时我学父亲在道场伫活动求道的迄个过程阮互着爸爸是做工课真有责任的，要做就做较好，所以规定有情伊是足恭敬的，对了20条大愿，袂晓足感动的，迄种专注的神情，我学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现场真的是感动到落泪，就这样求到了。从以前的对道不肯定还会诽谤，对吧？讲迄无好听到以前负面的印象，到后来求道之后，伊就知影活动是怎么一回事嘛。后来求道之后就变道侠，安尼叫道侠，朋友足济嘛吼。人若咧批评讲咱道伊就会讲这里无安尼讲我去，我看到的活动是安怎，就会上道，也会帮忙上义指引。你这样就不一样了。那后来也进口了好，这个是后学的绝交好，那上天的恩师后学再来报告说，后学台中人，但是住在台南已经19年了，很酷后学的黄金岁月都在台南，跟台南有缘的那怎么会来到台南呢？其实也是上天的慈悲啦上天慈悲。跳过一个壮游人生的起始就是迄阵，知影讲道的事情以后，就想讲台湾人遮济，迄阵讲要开放啦开放那时候是东南亚的南向开放伫咱道场南向政策南向开放。心内就一直想讲，因为我小学6年级就大嫂迄阵细汉就是真有思想就会想讲，我大汉以后，敢嘛要像大嫂安尼，长大了结婚生子囡仔大汉家己嘛老这好像不是自己要的人生。所以后来虽然足地气的，但入来道场研究了解这道理以后我很开心，感觉这个就是自己要的人生了所以就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是要全身奉献在道场那当然有机会要开放，就想要去咱有家庭的就无像咱较方便而且厝的人应该也还好但那时候我学的父亲只求道而已，所以有一摆爸爸迄阵就不起，搁高血压、心脏病，足侪慢性病的就对啦。不起70几岁了，所以朋友就介绍讲有一个像足高的老师就讲建议不要动刀啦，随便动刀这样所以逐礼拜拢爱载2抓去互看伫公司是嘛，老板嘛真好啦的责任制就对，我只要工作做得完就拢会有时会请假在爸爸去互看。伫路的就试探性的问讲爸，我自细汉就有一个愿望啦讲希望后摆会当去外国游历一下这样。阮爸就问讲好去偌久？一礼拜，我讲无啦，一礼拜一个城市都走袂透的安尼。后来爸爸就停顿了一下，就讲出国免讲，别讲。那时候学已经是道场道务组长了，很忙，每天都很晚回家。不过爸爸就讲伊讲你若逐工较暗转来去照顾看囡仔出国安尼免讲怎么办？那后学的开荒院怎么办？后来呢，没多久就道场开了一个月的特殊人才训练班。叫玄理养性班，那后学就想办法要入班这就是开荒人员、教育人员跟行政人员的训练班，1个月到底从镇都不能离开佛堂门口，也不能联络，不对外联络，别人拍电话才电话对啦。那后学就一直想要入这个班就也要试探对吧？细汉到大汉到读册阮学校拢伫厝附近，所以从来没住在外面过。无就这个班就无机会开放嘛所以那就要渐进式的，不能硬碰硬，这样武力也不行所以就想办法先入这个班再说。结果呢，有一届就试探性甲爸妈讲爸，我想讲从细汉阿嬷离开厝的人想讲要出去独立1个月到外口看安怎体验一下。想袂到后学的父亲连问都没问说要带队甲啥物人拢无怎讲好？然后就在想讲，敢会因为要去开放伊无所以感觉故意不去。即摆查某囝遐乖
乖着吼，佮提出来就不忍心拒绝，所以一个就讲好哦，那或许是不是就顺利入班了？入班1个月，然后大概上到2/3左右，那时候或许的母亲就拢有伫咧佛堂帮办啊，拄好轮到阮迄区的膳食节，然后或许的妈妈就去厨房斗相共，伊怎甲甲我讲嘛，讲甲我下伫边啊，讲恁爸讲同意互你出国啊，或许眼泪马上掉下来，为什么？这段期间，或许入班这段期间，这之前跟或许父亲的对话，讲要去开封这件代志，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所以等于就啊入班以后嘛，无可能有顶下厝啊先知影帮着啊先转阮爸爸甲伊沟通，没有，不可能嘛。那会永远讲要互啊出国，就欢喜诶，那就能出发了。8月31号接班，9月12号就要出门了，安尼有看无？马上哦吼，然后9月12号前3天就入出从政啊，就因为从政大吼，真啊结果呢，到9月12号那一天早上85年9月83年啊，9月12号一竿炮炸熄掉，以早上的飞机嘛然后就要出发了。两架游览车送阮12个开封人员去3个国家，好等等，2架，或许一上游览车，哇，再一次的飙泪我们全家人都在车上来上机呀。有啊，爸爸从反对到来送机，这个过程转变太大了啊，太大了，对不对？然后呢就出门，那个前拢就自备的，去到机场，咱拢提早到，已经确认完了，那行李也上去了，他就底下翕相开放人员翕相或许的爸爸就拢徛在边啊，对调调安尼，敢若与有荣焉这种表情一直等到领导指挥就宣布讲好，那个所有开放人员2楼准备登机，讲了阮爸拿手甲给我牵咧，卖去啦，叫我卖走，这时阵各位先生怎么办？真的是天人交战，能不去吗？这紧要的关头，哇！或许回头看到大哥，看到或许的大哥跟在后边，竟然有爸爸的手交我头也不回，上2楼登机，然后上去之后呢，上飞机一路哭到印尼呀，哭啊，有的主细人恁两心的爱考，出现。搁拄着爸爸安尼上细汉的，细汉爸爸若去做就拢爱对咯，拢对到对安尼。谢谢。真是，然后就出门啊，出门可是我学上机就跟左右2位开封的前贤讲等一下你有考卖罐，我只要哭过了就没事，一路哭到印尼3个多小时。然后，但是下飞机的那一刻没了，那种伤感的心情完全都没有了。尤其在看到印尼佛堂的那一刻没有陌生的感觉，我感觉出国所有思乡的情绪都不见了，那也是道的力量。那很快就融入了。结果后来没多久，迄阵通讯无像咱即马这方便无长途电话嘛，得卡越洋电话很少了。最后有一届，做着下飞就关心关心看下适应无啥物，就在咧讲讲出国以后，阮爸爸逐天那时候我们因为大哥就是人数多嘛，人口多了，所以就拢分家，但是无分家啦，就加买一间厝就爸爸住古厝，阮住新厝安尼。我觉得父亲以前都是每天早上7点就会骑铁马运动的时，骑过来新厝遮，住4楼，困伫4楼就去伫房间内叫起床，其实拢时间到就会起床准备上班，就是习惯性迄段时间就开讲一下安尼讲或许出国之后，同款时间到去伫楼顶房间衫橱拍开，就后悔，迄阵会放咱走安尼，原来是上帝很慈悲。但是或许为什么会开放，就